游戏神通。这个游戏呀，就是有真现妄，有妄现真，真妄不二，真妄本空啊，这叫游戏神通。神通就是现种种的神通，忽有忽无，忽大忽小，忽上忽下，变化莫测，神通。那么前边所说这一切的圣众都得到这种游戏神通。所谓妙言